由香港離島婦女聯會、香港離島文化藝術協會以及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主辦，並得到香港機場管理局、香港迪士尼樂園、昂坪360有限公司、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大嶼山巴士公司、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以及亞洲國際博覽館贊助嘅心動大嶼攝影比賽2008頒獎典禮現在開始。勞工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我成日叫佢做掌櫃，其實咧係計劃管理主任，呢個名好翹口，我好少咁樣叫。伍恩步毛女士，離島文化藝術協會主席蔡國波老師。台上各位來賓、各位評判、各位參加者，首先我代表主辦機構對各位嘉賓喺百忙中撥冗出席今日深度大嶼嘅攝影比賽頒獎典禮，為我哋嘅活動增添咗無限嘅光彩，表示十分感謝。心動大嶼攝影比賽係由離島文化藝術協會作為牽動，大嶼山5個共享基金嘅計劃作為配合宣傳同埋結網，獲得離島區裏面8個商業機構嘅贊助，並得到本港嘅5家具品牌嘅攝影學會嘅支持，使到活動能夠順利咁開展。我哋呢個活動嘅目的係通過攝影比賽作為吸引，推動區裏邊居民同埋青少年走出溫室，走向大自然，擴闊自己嘅視野，以欣賞嘅心情去捕捉大嶼山嘅天然美景，並以個人審美嘅標準攝入自己認為係最美嘅大嶼山嘅景同埋物，藉此向外推介觸動心靈嘅大嶼山係一個旅遊嘅勝地，更加從搜羅風景、人物、人情當中去歷練意志，領悟人生，增強抗逆嘅能力。我哋呢個活動係呢個過程係一個跨界別嘅結網過程，喺區裏邊居民同埋商業機構、專業人士一次嘅合作宣傳大嶼山，共同推廣大嶼山旅遊持續發展嘅多贏嘅成果。事實上，活動推出之後，吸引咗唔少外區嘅人去到大嶼山旅遊，同埋參與呢次嘅攝影比賽。佢哋嘅作品會俾翻我哋喺區內嘅人了解外界係點樣睇大嶼山嘅景物，係得到啟發嘅，並且係俾我哋對未來推廣大嶼山嘅旅遊特點作咗提示。我哋今日係一個頒獎嘅活動，但係佢哋嘅得獎作品唔係今日頒獎完咗就完㗎啦。我哋睇成係一次外界同埋區內結網嘅成效，而呢一種成果將會喺大嶼山甚至喺離島各區發酵嘅。我哋將會將呢啲作品喺離島重要嘅旅遊景點，喺交通工具作展出，並且會喺早前由機管局贊助安裝嘅一個叫做東涌社區畫廊，同埋喺東涌港鐵以及360嘅地方係進行展出。我哋亦都想藉呢
呢個機會，對所有支持呢次活動嘅機構同埋熱心人士致以衷心嘅